感謝台北馬甲龍山寺的媽祖娘娘，讓我家小狗平安去世。本篇我不講任何道理，也不作任何商業活動，純粹是感謝天上聖母媽祖。事情經過，從3月31號開始，我家最老的那隻狗就不吃不喝，也不上廁所。我看它太難受，這幾天我就抱着它去上廁所，用小湯匙餵水和流體食物給它，但它也依然不吃不喝，不上廁所，並且很抗拒站立，就是躺在毯子上翻身加咳嗽。4/5號開始，它連翻身都翻不動，只能一直咳嗽。我把它翻過身來，過不到40分鐘，它又開始咳嗽，而且從嘴巴吐出黃綠的黏液。我實在着急，幸好我家離廟近，我住在西門町，我就馬上去台北馬甲龍山寺，直衝主尊媽祖。我向媽祖的神像匯報我的家庭住址，求媽祖讓我家狗寶寶不要痛苦，安心去世。他死後，要麼跟着菩薩修行，要麼投胎去別的比地球更正面的星球，要麼變成靈魂留在我家。我用通靈能力和他對話，結果我回家，奇蹟發生了，速度超級快。我家狗幾乎不咳嗽，也不吐了，除了心臟快速跳動，其餘反而比之前幾天的狀況好。然後我家寶寶終於安心去世了。今天中午我再去龍山寺還願，捐了1800台幣。以上就是昨天4斜槓6和今天4斜槓7我的經歷，我純分享，感謝媽祖娘娘的無邊法力。屠龍術 YouTube。